虽然台湾外交受中国打压，不过民间的友谊犹原持续来推广国民外交，其中台湾市会的扮演重要角色。19号暗时所召开的年度例会当中，这些会员透过参会互相分享交流，场面相当温馨。当中国民外交的先摆等各行各业的精英贵宾拢应邀出席。包括德恩李刚，其中吴一铁马龙到场，盛大热烈。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在我们月例会中能够邀请到陈老师能够告诉我们拉丁美洲的一个魔幻梦幻的一个大陆。那其实大家都以前都觉得拉丁美洲就是美国的后院，美国势力范围。就像现在感觉这个波罗的海三小国乌克兰，这一定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不是这样。目前因为疫情期间，那实质上的外交活动很难去进行，所以我们在国内里边，我们会尽量的媒合一些国际性的一些议题，或者是学者或者这些学界的人士来到外交协会来做一个演讲，借由如此来增进大家的一个对国际性的一个认知。会中也特别邀请淡江大学国际长陈小雀博士来分享大家较生分的中南美洲，同时要送予会员淡博士所写的新册。拉丁美洲有很多吸引人的地方，它的历史、它的地理，还有它的食物都是非常吸引人的。所以我今天想借历史跟社会地理环境来引领大家认识一个不同的地方。政府外交有困境，得靠民间的力量来推动。国民外交协会、台湾市会多年来的成果，嘛是有目共睹。台湾新闻军事采访报道。